你係咪成日都聽到鼻敏感、hay fever 同花粉症，但又唔知佢哋係咪同一樣嘢？其實簡單嚟講，花粉症就係hay fever，醫學上多數叫季節性過敏性鼻炎，通常春夏花粉多嗰陣會爆發。而鼻敏感就係一個更加口語、更加大範圍嘅講法，可以係季節性，即係花粉症，亦都可以係全年性，例如對塵蟎、寵物毛、霉菌等過敏。唔少香港人本身都有鼻敏感，而英國雖然空氣相對好，但一到春夏花粉季，好多人都會鼻敏感突然爆發，打乞嗤、流鼻水、眼痕到癲，仲以為自己得到感冒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條片我會講3樣嘢。第一，點樣用症狀快速分到你係花粉症定係感冒。第二，英國藥房通常點樣處理。第三，咩情況要升級求醫。咁點樣分你係感冒定係花粉症呢？如果你係不停打乞嗤、流清水鼻水、鼻或者眼痕、流眼水，而且冇發燒、冇周身痛，好多時就似花粉症多過感冒。感冒通常會多啲症狀，例如喉嚨痛、肌肉痛、發燒，成個人好攰。咁喺英國藥房可以買咩藥處理花粉症呢？主要有3種。第一種，口服抗敏藥 antihistamine， 英國通常有2大類，會眼瞓嘅 first generation antihistamine， 例如 chlorpheniramine 呢類，食完可能會好想瞓，唔建議揸車或者操作機械。較少會眼瞓嘅 second generation antihistamine， 例如 loratadine、cetirizine 呢類，日頭要返工返學，通常會揀呢款。另外提你，就算寫係 non-drowsy， 有啲人食完都可能會眼瞓㗎。第二種，鼻噴劑，如果你個鼻塞到好嚴重，單靠口服抗敏藥未必足夠，類固醇鼻噴好多時會更加有效㗎。提你，類固醇鼻噴通常要連續用幾日先開始會有效，唔係噴一次就即刻通晒㗎，所以要有啲耐性，跟指示每日用。另外，如果你個鼻腔好乾，你亦都可以配合鹽水噴鼻做舒緩。第三種，眼藥水，如果你主要係眼痕、流眼水，可以考慮用抗過敏眼藥水，例如 sodium chomoglycate 眼藥水。生活習慣方面，出門戴眼鏡、太陽眼鏡，返到屋企洗面，花粉高峰時盡量減少開窗，亦都可以幫到手。咁幾時要升級求醫啊？如果你出現氣促、胸口好緊，或者症狀嚴重到影響睡眠，控制唔到，就建議用111分流或者約 GP 評估啦。問下大家，你花粉季最辛苦係鼻塞、流鼻水、打乞嗤定係眼痕？留言話我知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 YouTube channel 上有完整播放清單。有咩問題或者有想我拍嘅題目，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盡量解答同安排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